唔該，黃經理，我想買50蚊梅頭肉炒菜，要中間嗰節。黃經理，叫我黃師傅，咩中間嗰節？你估似番薯啊Momo 意思係要梅頭嘴，即係避開頭尾，只要最靚嘅部分。哦，後生仔識貨，呢條靚啊，原條100蚊，但我得50蚊，可以切一半嗎？唔切得，一刀切斷結構破壞，肉汁流失。想食好嘢就一定要原條走。但我真係得50蚊。算啦，當做散事。50蚊，我喺台底俾呢塊你。吓！警告，定價陷阱，老闆正用月質對比製造落差，逼你超支。吓！咁點算啊？唔要啊，隔壁陳太等咗好耐，我俾佢啦。收到信息，嚟自媽咪，現在播放。Momo，你買唔到靚肉你就唔好返嚟。黃師傅，我加錢，我要原條。多謝幫襯，後生仔想食好嘢就唔好慳個少少啦，加啲錢包啱你，下次見啦。